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人 Podcast 道，真欢喜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日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脑，嘛有人讲脑，脑其实有几落个意思，咱刷落来会一项一项来解说。一种是拗拗念，家己念。细声念，毋是要讲互别人听。有时啊，四边边啊拢无人嘛咧念，真单纯就是爱念罔念的状况。若有即款镜头，咱话会当安尼讲：你家己一个人是伫遐咧闹3岁，压力是有遐大晓。佮亲像伫阿龙的故事内底，阿婆仔讲：哦，天气真好呢。即种家己讲互家己听的情形，嘛会当讲是闹。阁有一款是讲一寡较无正式的话，可能是伫讲别人的闲仔话，也是讲一寡较风声放影的代志，甲当做一种伫开讲的话题咧讲。亲像讲，你若会知影林的因要嫁查囝，倒买菜去拄着春枝啊，伊咧闹互我听的，嘛会当讲无证无据的代志，你也咧3咧4个闹。闹阁有一种解说，就是去互狗仔咬着。真快速加落去迄款，毋是轻轻加。若是讲衰甲老某某去互酷鱼、阿沙鱼加着，嘛会当讲是互闹着。上尾一种就是捕物件，亲像讲，你喙伫遐闹咧闹咧，是咧食啥物好康诶？安尼，咱今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过来哦。